伫大学的后山蒋介石骑马当上，半暝2点，互学生记长马卡。这场行动的联络人讲，希望会当唤起社会对转型正义、甲维权维度的重视。政大校方将要推出着毁损罪告诉，而且要来修复这个当上。记长马卡大学生讲，已经准备好要来面对法律的责任。警方详细的搜证，因为政治大学后山的蒋介石骑马当上，今日透早2点外，马正卡被破拆，倒卡被记落来。所谓的威权不应该留在校园里面，不只是蒋介石，包括整个战国体制、军警特系统，还有威权协力者，都是应该要被检讨的。希望引起社会重视，嘛发出声明，讲这摆行动只是一个开始，但愿转型正义真正有完全落实伫台湾这个土地的一天。不过政大校方无认同这款的行动方式。暴力的、不合法的手段来主张言论自由呢，校方不予苟同。校方会针对涉案的相关人士会提出毁损的告诉并且会进一步向他求偿需要修复的这个费用。参加行动的台城乡所省科的学生，嘛已经做好面对法律责任的准备啊。不过，若蒋介石当上被破坏，那天行动联盟秘书长开日报，将228纪念馆的和平条甲踢断去。和平条被踢断去，记者的行动成员感觉遗憾，强调讲记马卡不是报复的行动，嘛会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行动的理念甲诉求。